BB 走水貨 iPhone 出租賺奶粉。唉，你班水貨客仲做劫神咁勾㗎，睇嘢啦！嗱，表面上呢一架係一架普通嘅 BB 車，實際上佢係一架裝住30幾罐奶粉嘅 BB 車，仲有個幾歲大嘅僆仔坐喺上面做掩護，係帶水貨往來過關嘅必殺技嚟㗎。你睇，話咁快就到深圳交收啦！呢班 BB 車黨大約50人，近日喺上水爆旺啊！大部分都係新移民媽媽，除咗奶粉做熟咗，仲可以帶 iPhone、iPad 等等嘅貴價貨，好少俾人鬥唔再講。就算查到啊，都可以用個精靈 BB 打溫情牌，關員都隻眼開隻眼閉，走一轉就袋3嚿啦。不過咁樣利用自己個 B 幫補家計，都仲可以話情有可原。但有無良父母就怕惹事上身，竟然忍心將個 B 租俾啲水貨佬，過關就媽媽推，其他時間就水貨佬推，一轉一嚿。唉，咁細個就俾老豆老母當搖錢樹，真係冇陰功啊！